了，我这一只羊到了，我这一只羊还在路上慢慢的行走。是，所以我们来礼拜天，我们礼拜天主日敬拜的时候，神都会点名，神也会为我们记录起来。因此我们的聚集呢，就是一个大的军队，我们就是要来荣耀神。一个礼拜当中，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是我们工作的时间，但是呢，礼拜六要接着礼拜一，中间呢就是有一个桥梁，就是礼拜天。神说这一天我要祝福，所以凡来到教会的，来到圣殿敬拜他了，神就说这一天就是我祝福的时间。阿们，好叫我们下个礼拜礼拜一重新得力。阿们，阿们。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你来到这里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来对了。你今天来到这里，你来对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来邀请圣灵。你预备好了吗？举起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你对圣灵有多渴慕，你的手就有多宽大。哈利路亚，你有多渴慕，你的声音就有多大，这是相对的。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对神的热情是无法隐藏的，因为我们的神也是对你这样热情。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要来敬拜，把我们的心，我们全然都仰望在他的里面。哈利路亚。凡是属于他的儿女的，他所宝贝的，必然是对神是充满了热情，还有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就是单单的敬拜他。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会祷告吗？ OK， 这是耶稣的祷告，我们慢慢的学习祷告。然后呢，以后我们要把这个主祷文的荧幕呢关起来，让我们都用背的哦哈。好，现在呢，让我们有机会再来看。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你相信你的敬拜，神会垂听你的敬拜吗？阿们。神会借着敬拜医治你吗？阿们。哈利路亚。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而且信心要加上行动。信心如果没有行动，那么信心就是死的。是，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用歌曲，用我们的口开口，然后呢，我们用舞蹈一起来赞美神。你愿意用歌曲、歌声、舞蹈来赞美神吗？大声说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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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圣灵。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用最大的赞美献上。我们一起来唱。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行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医治，你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你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你赐下应许，叫我们的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全地。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丰
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说：我相信我的神必定拯救我。相信我的神拯救我。阿门。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经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施行拯救，他有能力抵住，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赐下应许，叫我们得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权柄，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知道常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不成意来拯救我们。这时候我想要邀请在后面的小朋友们，我们可以到前面一起来敬拜。对，麻烦慧妍老师帮我指挥一下，谢谢谢谢。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这些是泰雅族的勇士公主们呀。好，走廊也可以站，对，中间走廊也可以站。从水中经过，你必与我同在；从火中经过，你必遮盖着我。你双手一指，你施行拯救，他有能力抵住，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疾病，赐下应许，叫我们得痊愈。你战胜死亡，你践踏仇敌，你掌权在权柄，大声来宣告，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不知高尚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不求你来拯救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伟大的神，奇妙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伟大的神，奇妙的神，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风浪之中保守我们，困难中我依靠的神，奇妙的神，大声敬拜你。敬拜我神，相信你要医治我们，不求你来拯救我们。我们将掌声献给拯救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邀请你告诉旁边的人说：神已经拯救我了。神已经拯救我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大声敬拜这位凡事都能做的神。劫柴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
将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应许都是 Amen， 阿门，阿门。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我相信神，凡事都能成就。”我相信神，凡事都能成就。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敬拜的时间，这样敬拜是何等的喜乐。阿门。你在外面的话，感受跟在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这边就是在地如在天啊，阿门。让我们全心敞开，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将一切敬拜都来献给神。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喊，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
兄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的家长孩子们，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一群，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神。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热情，这是神眺望我们的热情。所以呢，每一个人大声开口敬拜的，就是有圣灵与你同在。阿们。你跟旁边，你跟他说，圣灵大大与你同在，圣灵大大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因此，不仅我们有敬拜的恩膏，我们也有祷告的能力。阿们。我们现在要来 RPG 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台湾来祷告。昨天呢，在这个投票结束之后，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理念：这地上的国不是永远的国，神给我们盼望的乃是天上不能震动的国。阿们。阿们。所以，不管投票的结果是不是你所喜欢的，我说你把它放下，都交在主的手中。不要因为这样子夫妻就不同桌吃饭，这不是神喜悦的。我们不需要花费这样从仇敌的谎言来被欺骗了，我们仍然维持守望我们基督徒的本分。阿们。为台湾祷告，为家庭守望，这才是根本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来 RPG 祷告，为我们台湾，为我们的家庭。两个人来，我们现在来两个人，你来找你的对象。老师们、家长们，你来跟你的小孩，为台湾、为我们的家庭祷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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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啦啦啦，哈利路亚。主，台湾是你所拣选的。主啊，是美丽的岛屿，是恩典的岛屿。凡住在这里的百姓，主啊，没有一个是神你所不爱的。主，每一个家庭都是神你所爱的。主啊，并且你要透过我们在这个土地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特别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认识主的救恩。还没有信主的，主啊，你要使他们归回，让我们台湾走在那个安定的道路上面。主啊，使我们定睛在你身上，胜过这世上的一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主啊，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祷告都必得应许。哈利路亚！我们奉你的名宣告的时候，台湾就必充满圣洁，所有从仇敌的一切都挪开。主啊，你要使我们得医治。主啊，在这里。充满你圣灵救恩的每一个家庭，都要从神来领受那属天的恩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的灵，哈利路亚，哈利！我们在1分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一起来敬拜。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歌舞感动，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圣灵充满，
降临在我们当中。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我们欢迎耶稣在台湾掌权作王，同心高举你，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台湾属乎耶稣基督，阿门们。阿门。台湾是复兴的，阿门们。阿门。台湾是圣洁的，阿门们。阿门。每一个家庭都要被神充满能力，阿门们。阿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要为台湾祷告。你为台湾祷告，就是为你的家祝福。阿门。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土地，不爱自己的家园，不爱自己的国家。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不用怕，因为神给我们功课学习，不是靠人，不是靠政治人物，唯有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礼拜天一起回来敬拜，同心合一的向神祷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参加小组就是维系你跟小组的关系，你的家就得蒙恩宠。阿门。是，所以我们宣告，台湾属乎耶稣基督。我们一起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我们欢迎，一起来，我们欢迎君王降临。你如同看见耶稣在台湾的岛屿上，他的光照下来，照在你的家庭，每一个家庭。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小朋友也举手，来呼欢求迎。天窗小朋打友举手。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呼求天窗打开，我们呼求圣灵，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哈利路亚！把热烈的掌声归给我们的圣灵。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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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圣灵要天天充满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我们台湾，也在国会上。阿门！不需要不快乐，要用快乐的心往前走，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得胜的。哈利路亚！请旁边的人跟旁边，你跟他说，请坐。哈利路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邀请我们儿童牧区、亲子牧区呢，他们到山上去，在那边有3天的营会。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要用他们的大会舞来带我们献上赞美，我们热情的掌声，耶！掌声加尖叫。好，我们可以让他们整队一下哈。哇，这群的孩子们在山上3天，神啊，我们在山下有下雨，对不对？他们在山上，
没有下雨，神就特别恩宠我们的孩子，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呢，非常的舒服，然后呢，生活得很好，然后呢，也做了很多他们从来没做的事情，比如说抓虫、吃草。嘿，请问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去山上吃草好不好？好，是，所以呢，这些他们都经验到了。更重要的是，难得有爸爸妈妈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一起搭帐篷，一起生活，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呢就增加了。好，你们预备好了？如果好了，跟牧师说好了。这么小声，再一次。耶，我相信，来，掌声，哈利路亚。再来一次哦，山很大，你们的宣言再教我们一次的，你们说一次，我们说一次，来，请你们先起。山很大，我的神更大。有听懂吗？来，你们说一次。山很大，我们的神更大。好，来，我们做一次给你们看哦，哈，你们来评分一下，看要给点数几分哦，好，来，我们一起来。我们神更大，好，等一下你再给他们加点数，好 ，OK， 好，预备好了吗？好，来，再一次热烈掌声。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做动作。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力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
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哇！我们看一下他们胸前挂了什么？来，那个你跑去给坐旁边的哥哥姐姐看一下，你那个你的牌子给他看一下，来介绍一下啊，你也去啊，你再找另外一个，好，要叫得出你的名字哦，好，叫得出你的名字哦，好，你也去，你找一个，好来，你们注意看一下，看他那个是写了什么？好，上面写了什么？好，哦，来，谁有看的？谁有看他那个牌子的？你们知道吗？这叫做勇士奖牌。他们有去完成3天露营的，然后呢，我们是客制化木头的雕刻的名牌，上面呢叫做蔡芷琴，对不对？好啊，你这个怎么叫周雅娜？哎，奇怪，哎，我的女儿。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吕好奇哦，好奇哦，哇，好奇宝宝。是哇，所以呢，我们的营会真的非常非常的预备周全。好，我来访问一下好不好？看他们在那边有什么好玩的，这样我们才知道，哎，明年我们也想要参加哈。OK， 好，来，仲贤哥哥，来，好，仲贤哥，好，仲贤哥他是他有参加家长，你的小孩呢，可不可以把他带到你旁边？你有小孩吗？我们家有2个，这2个，你几岁啊？你叫什么名字？允拓，请问你几岁？啊，不知道啊，4岁还1岁？哦，4岁，哎，4岁好像年纪比较小，我们是要小4以上，有没有搞错？但是你看了，他4岁去，他却很融入，而且变得非常的独立自强。好，来，爸爸，你来稍微简单分享一下你们在这次的营会，有什么样跟亲子的关系，整个营会你有什么样的领受？1分钟。我觉得很开心，这次可以带孩子们上山。就是我们在营队中都是感受到满满耶稣的爱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不管看到是小朋友们，还是哥哥姐姐的队服们，还是我们有一些家长，然后同工们，就是我们是真的是彼此的服侍，然后彼此的在山上去享受神的一切的创造。哇 ，OK， 很棒。好了，我来访问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好了，牧师来访问你，你觉得在这一次的营会，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吃草。哦，原来就是你吃草哦，那你有把草拔回家，每一餐都吃草就好？没有。还有什么好玩的？洗澡好玩吗？做陷阱。做陷阱啊，好，所以呢，你有抓到猪吗？没有。没有，还有什么好玩的？射箭哦，你有吃到烤猪吗？有。吃了多少？一些。吃了一些，好吃吗？好吃。好，听说你吃掉那个猪的1半了，对不对？好，我们真是谢谢这一些的孩子们，也谢谢我们的儿牧的老师。儿牧老师有没有在这里？儿牧老师，我们的校长，儿牧老师，哇，还有我们的青少年，他们这次也加入哈。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小孩子。跟旁边的人，谢谢他。我们谢谢家长，哇，好，那个文君来，文君牧师访问你一下，你的小孩是哪一个？好，来，好，哇，来，文君，你在这一次的营会里，你有什么样的感动？我小孩4岁多，然后每一次来教会都很害羞，不太敢跳舞，也都坐最后一排。然后这次参加营会，看到每个小朋友很热情的一直在跳舞，我发现他融入在其中。然后虽然站在旁边，但是他其实是很真诚的，很想要跟大家一起跳舞。然后今天来到教会，也第一次说我要坐第1排。
阿们。明年你还会再报名参加吗？啊，明年思思老师已经答应我说，就是我可以送他上山。好，我们呢都鼓励家长，不要只有把小孩丢给老师，你要继续来。为了小孩请假值不值得？值得。我们的概念要调整，不要把他只有丢给老师，因为这样老师太辛苦了。OK， 每一个家长，小孩参加，家长都要跟着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明年你也要参加。明年也要参加。风景美不美啊？你们回。有没有看到夕阳？有看到北斗七星吗？有看到福音电影吗？有萤火晚会吗？哇，真是太棒！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好，小朋友向右转。好，回4楼，老师带回去。好 ，OK， 好来。好，你们的那个勇士奖牌要放好哦，哈 ，OK。来到教会的孩子，他的规矩、他的秩序，还有他的认知价值观，都会慢慢的归正，迎向神。所以一定要把你的小孩送到教会来，而且呢，越小越好。好 ，OK， 好。现在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16到18节，《使徒行传》2章16到18节，请。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接下来请本堂周牧师来分享访韩盛会的分享。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牧师不在，对不对？那牧师呢？我们带了几位姐妹，我们总共有10位。来，我们的姐妹访韩团美少女，请起立，哈呀！感谢主，请坐。一个非常棒的团队，我们去到那边也是遇到很多很棒的同工。那这次呢，我们有1辆车，总共要有40个人，所以呢，我们也跟其他大概有6、7间教会跟我们加在一起。那在那里的领受真的不是30分钟可以讲完。我们的姐妹回到家之后跟家人分享，一分享多久？2个小时还讲不完。家人说：“你继续讲，继续讲，哇，太激励人了。”对，这个在祷告山访韩盛会呢，是神量给我们世人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所以可以去到祷告山，在那里经历的都不是一件普通平凡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是恩高的事，因为是神拣选你，然后让你能够领受。好，那在这个时候呢，牧师要邀请我们的姐妹们，她们一个一个要来见证，在那里遇到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我们热烈掌声欢迎第一位，我们的诗词。再热情一点！我们在韩国都是要这样的热情的。呀！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访韩盛会。那过去在我们永光教会访韩的这些兄弟姐妹当中，也常常听到他们在那边领受说方言，然后在那边领受异象，领受很多很多的感动。所以今年呢，牧师说要去的时候，我就想说，好，今年我想要报名来自己去亲自体会一下。好，那去之前其实充满了兴奋，也有一点紧张啦。我想说，会不会到时候在台上也是痛哭流涕，或者昏倒、尖叫、大吼这样子？对，好，那其实是满怀着兴奋的心，然后。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是台北的纯福音教会，他们呢要我们在出发前，就是6月的时候就开始练习禁食祷告，因为在祷告山我们有7餐要禁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写下来，你有什么想要跟神求的事情，那你自己先写下来，先祷告，然后到祷告山之后，你来验证看看神有没有在讲道中啊，或者是在祷告中回应你这样。所以我也做了这2件事。那第一件事就是要禁食祷告。
那我们不是6月就要练习了吗？那我们团队也说好要开始练习了，然后我也想说好，我要练习了，然后就开始练习。我说好，那我今天晚上我就不吃了，然后就时间过去之后，下班之后突然觉得说好像有点饿，我想说明天中午我再进食，好就这样一天过去，就到访韩盛会了，好，所以真实其实我在6月是没有真的很成功过啦，但是我也带着不害怕的心就去了访韩。那其实在后来7餐的进食，我发现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容易，因为你没有任何的诱惑，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带着渴慕的心，然后真的是不会饿，然后有圣灵的恩膏满溢，所以我们多了很多时间，然后让我发现原来吃东西不吃东西，让我的灵真的更加的苏醒，然后我的生活也变得更轻松，然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所以呢，牧师他们就有带着我们到坟山，好去祷告。那这个坟山就是他们的圣徒葬在这个地方，然后下面是有祷告洞，我们也会轮流去祷告。那右边这个就是纯福音教会的第1任主任牧师赵雍基牧师的墓，好在旁边。那这个坟墓跟我们以往的坟墓差别很大，就是你不觉得恐怖，是觉得很平安，而且在那边感觉有很神圣的感觉，好，所以在那里我们没有进食，反而有更多的祷告，好。然后后来呢，我们呢一进到大会的时候，就发了好多的礼物，像一个大礼包一样，就送你个帆布袋，然后这个 T 恤、手环啊、笔啊，还有水壶，因为你不能吃嘛，所以就让你喝水，然后还有送雨伞，好，因为说那几天可能会下雨，就送了一个很好看的自动伞这样子，所以一去就觉得满心欢喜，怎么好像真的来天堂一样，随便到处都是礼物这样子。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开始领受这些信息和祷告。那我自己写下了3件需要求印证的事，就是第一件事，我希望能够在意象领受上更多的得着。虽然我们在培育课程中都有领受，但是希望在那边能够更多的领受意象。所以我写的第一项就是希望神让我看到更多更深刻的意象。那第二个就是我希望身体得到医治，再来还有我也希望神让我看看什么叫做天堂的景象。好，所以我自己写下了这3个。那在第1天的开幕式的第1首歌，那个贝斯一弹下去，哇，那首歌我从来没听过，但是一弹下去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很感动，因为它里面说到神不要我们在黑暗中，他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祷告神都会回应我们。我就感觉在场有2200个人，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像在天堂一样，你的心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就是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献上给神。那个震撼是我们在这边或者在一些特会中我是没有感受过的。然后那种渴慕，我自己的感受是，当你极度渴慕神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就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那第一个，我就觉得神印证了我看到了一个天堂的景象。原来在天堂，天使就是这样子欢呼、歌唱跟敬拜神。那我也感受到神告诉我一句话，也是说：“孩子，你回家了。”好，所以在当场就泪流不止。好，那后来呢，在我们每一天的作息，其实就是祷告、敬拜、听信息，祷告、敬拜、听信息，大概这样子，每一天都是这样子。但是你并不会感觉到无趣或无聊，因为其实圣灵真的恩膏在每一位牧师的口上，他们所讲的都能够回应你每一个有心中的小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那我自己呢，在其中有一场韩国的金友习牧师他分享当中，我就深刻的看到了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十字架的宝血，耶稣十字架的宝血跟我自己的血好像书写一般的交换。好，就是神的爱是不是只是摸摸说啊，思思你很高，你很好啊，你很棒，不是，是神耶稣的血像我在书写一样，整个的交换来洗净我的罪。所以在那一天我也是痛哭流涕，因为原来神的爱是真的是为我们付上代价的，不是只是
说一说而已。对，所以在那一场我的意象领受是非常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清楚，就是神的血跟我的血在书写交换。对，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培灵会晚上的时候，每一场其实牧师都有帮我们的做医治释放的祷告，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或什么样的困难。那一场呢，牧师第一个点名的就说我要为在场未能生育的妇女祷告。我当场我就想说，上帝你要玩这么大就对了。对，那因为我结婚17年是因为一直身体的关系，其实就没有，就没关系，就献给神。但是在那场我有很深的感动，是我们常常限制神的作为，我们都觉得说很客气，没关系啊，上帝我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很棒了，谢谢。其实说真的，自己心里知道那个是一个理由跟借口，我们渴望全人的得着恢复，全人得着神的祝福。对，所以那一场我也上台去，希望牧师来为我祷告，不管是我的肾脏，不管是我的身体，全人都要给神，因为我知道神是从零到无限的神，所以无限的神他如果说要成就，那就必定成就。Amen。对，所以我自己写的3个我想要呼求的事情，通通都承诺了，都也神的给我印证，也给我在这场聚会当中都有的回答。好，那后来呢，我也又经历了蛮神奇的恩膏，因为5天下山之后，我们有3天的旅游行程到首尔市区。那第一天晚上我们 check in 饭店的时候，我要放我的房卡，就发现我的皮包不见了，然后那个皮包放外币的皮包，还有我的护照在里面。哇，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赶快跟导游讲，然后导游他很冷静，赶快帮我联络，因为我只有一个地方拿出皮包来，然后打去给那个店家，那店家跟我确认我的护照名字之后，就说没错，你的皮包还在，这样子，然后就很感谢神。然后后来晚上我们就搭地铁去拿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1个半小时的往返的时间，那反而就变成我跟导游分享福音的时间。我就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会来呀？那你有听过福音吗？我也不知道，就圣灵感动我，因为有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对，然后就跟他聊圣经，然后聊神，然后他也说他有接触过一次什么什么。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就邀请他礼拜天早上可以来到跟我们一起参加纯福音的主日，这样。所以第2张照片就是我们一起参加纯福音教会的主日。好，然后最后一张是牧师请我们为他在我们 check out 的时候一起为这个我们的导游祷告。对，我就觉得神真的很神奇，就是透过这样的时间，我可以跟他聊天，然后他也能够有机会进到教会来，那是他第2次进到教会来这样子。那最后分享最后一个神迹啦，就是我们11个人，因为最后要住饭店的时候，其实是2人房，那会多1个人嘛。那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因为可能祷告3我觉得会睡不好，所以我想说没关系，我就自费变成单人房这样子。那他们大会给我们的报价是1个晚上要加120块美金，好，那3个晚上就360块美金。我想说没关系，我出，就是我就想说没关系，这样子也很 OK。结果后来我们到现场要付钱的时候，我就问大会，请慧华干事问大会说，那怎么付钱呢？我也换好美金了要给他，然后他问完会计说付过了。我想说我的钱在这里，我没有付钱啊。然后他说没有，就不用付钱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一个人住这双人房，金沙酒店双人套房，所以我省去了300多块美金的钱，所以我很感动的就是这句话 God paid the price for me。 好，不只是肉体的 paid the price， 而且灵里也是 paid the price for me。 所以也鼓励大家，真的明年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么大的恩膏跟祝福。阿们。我们下一个请我们的豆豆，热烈掌声。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感谢我的阿娜达，谢谢她总是全力支持我服侍，真的让我能够很放下心来，感谢她。阿娜达，我爱你。哇，阿娜达在哪里？挥挥手一下。14年前我陪小孩到祷告山去祷告，因为当时我带了满满的当时我就是为了陪孩子去祷告。可是14年前我们下山的第一件事，也是一个青少年掉了手机，我们也是同心合意为这件事情祷告。可是最后手机有没有找到？没有。
所以这一次的印证，我就觉得我们提升了。14年前跟14年后，我们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思思的皮包找到了，因为我们祷告是全然的交托，全然的有信心，全然的相信。谢谢主哈，感谢主。这一次我的祷告名单就列得满满的，因为我在祷告，我在关怀部的服事当中，我就相信了，我就确信神是信实的。那本来我是不要去的啦，因为我想说我去过了，我就不要去了。结果没想到我们牧区的小组长通通有去，那我就觉得我也要做个好榜样。那知和也鼓励我，所以我也就报名参加。还好我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我这一次我们全程经历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那我再回想到14年前，为什么我一个祷告都祷告？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需要祷告，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骄傲跟不信，因为我就是不相信神会成就嘛，那我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去祷告？我就没有要迫切的祷告。可是因为我现在确信神的祷告会应许，所以我列的名单是长长的名单。那感谢主，因着这样子的祷告，我也成长了哈。那我在祷告会当中，因为我有贪求了，所以我对圣灵，我就恳求圣灵恩待怜悯。当我们在晨更的时候，我们就是祷告，就是很大声的呼求神，就是那种抓，就是这么大的声音。那个整个声音在会堂当中就是那种环绕，就是感觉就是震动天地了。我当时就看到了圣灵好像如恩雨降临。我们就像一台巨无霸的飞机，四周就停满了洒水车，我们全部领受圣灵大大的浇灌，预备起航。就感谢主，这一次我的祷告当然就不是交差了事了。我明白，我们不是我们瓦器的价值是如何，而是瓦器内的宝藏才能定义我们的价值。黄金做的尿盆还是尿盆啊！李永勋牧师分享说，绝对肯定的思想就是不寄存否定的思想，将别人否定的话听成肯定的话，大量读经，因为神的话是祝福，是神迹，是恩惠。当李永勋牧师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接到华盛顿教会邀请他去牧会，因为当时他们没有牧师牧养，那会友就分散离开了教会，李牧师就答应6日都在华盛顿教会牧养讲道。当时神给他2个意向，第一个就是建堂，第二个就是做好牧师的榜样。他周5去参加主持祷告会的时候，连他只有3位参加，主日礼拜只有59个人。可是神却给他1000人教会建堂的目标，他顺服，并请设计师画下建堂的蓝图，发给每一个兄长，贴在家里，然后他们就宣告我们的教会一定会被建立起来。结果他们就祷告再祷告，结果5年半之后，他们完成了1000人座位的会堂，会堂人数达到1200人。工程费有270万美金，全额付现，没有贷款。那我就想起周牧师2000人教会的意向跟梦想。我们教会的空间不足，建堂寻找地点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更多的信心祷告跟宣告。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应许李永勋牧师也必定应允我们永光教会。谢谢大家。哇，我们看一下豆豆他的白色外套，哈哈，也是从韩国带回来的，为了要主日的服事。好美，好美，好，我们欢迎下一位。好哦，我们的米粒出场，来，大家热烈掌声。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哇，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几天的见证。然后感谢主，因为我女儿的鼓励，她就是刚刚豆豆区长放出来的照片的其中一个
青少年，他14年前也是跟着教会一起去访韩盛会。那时候他回来之后，他非常的火热啊，我是很羡慕。但是我想说，哇，去7天8天，我可能没有办法，我有工作没有办法。但是这一次，我因为他的鼓励、圣灵的感动，我的工作在这个提前的、就是在出发前的前几天，我所有的工作都非常的顺利。因为我是做封面设计的，所以我们要提案，可能要提个3款草案。然后呢，我那一次我就是只提1款。老板就过了，所以就非常的顺利。就是圣灵一直在跟我讲说，对你去就对了。让我们在那边现场有2000多个人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一起聆听神的话语、神的信息。那个震撼跟感动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深刻跟清楚。没想到我连原本以为我不可能完成的禁食7餐都撑过去了。我为了那个禁食7餐，我原本其实很紧张，就很像人家那个停水之前不是有发通知吗？所以我在有停止吃东西之前，我也先储存食物，就在那前2个礼拜，我就想把那个想要吃的有没有全部都吃过一轮，免得我在韩国会太想念那些餐点。反正总之就是很喜乐，而且我就觉得没有那么难，因为人活着真的不单单只是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心里面跟身体都可以得到满足。那在聚会当中呢，神亲自触摸了我心灵最深的伤痛，那是去年我婚姻结束留下来的痛。我以为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是神那时候用最深的爱来告诉我说，孩子，我知道你一直以来的努力，我要完全的医治你，因为你值得被更好的对待。阿们。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我的心被神稳稳的抱住，我眼泪也是稀里哗啦一直流。神不只是安慰了我，在那几天他也重新点燃了我这个新的呼召跟方向。在那几天呢，我领受到了多达46个异象。在这里你们现在看到荧幕上面是2页嘛，其实我已经画了满满的5页，总共46个异象。我每次领受到异象，我就赶快，因为怕忘记，赶快的就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面，生怕会错过来自任何圣灵的启示。结果潦草到我回头再看都觉得很好笑，果然是名副其实的草图。其中呢，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的小组长说，我的副小组长说，我们明年啊来约我们小组的另外一个姐妹一起来访韩怎么样？结果隔天大会呢，特别邀请几个来自各国的兄姐上台见证他们这几天的这个领受，很奇妙哦，竟然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新竹纯福音教会张芳瑜姐妹，跟我那个想要提名邀请的我们的姐妹名字一字不差，完全一模一样。来，我们芳瑜举手，挥手，在哪里？在哪里？所以他也吓到了，对，证明我没有乱讲哦，真的太神奇了。而且最神奇的是，在这个姐妹上台之前呢，我刚好领受到第41号的这个意象草图，是一只小鱼穿过渔网变成大鱼，真的很潦草，就是这样子。不晓得看，我不见了，等我一下哦。有了，不小心摸到。来，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草图。好，我们亚伦，谢谢。好哦，太神奇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芳瑜呢，她平常啊就会用什么鱼来自称啊，说小章鱼啦、彩虹鱼啦，所以那一刻我真的是感动到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心里很确定，这绝对不是巧合，是圣灵在印证他的心意。所以芳瑜，你超蒙福的，我们要报名，我们都要自己去报名。你呢，上帝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哇！那回来之后，我有跟我其他朋友分享，他也觉得超神奇的。他说：“你会通灵耶？”我说：“哦，不，这不是通灵，这是通往圣灵。”然后我们就都笑了，真的很笃定是圣灵在工作哦。这趟旅程呢，我们很感谢我们的2位牧师。对，我们2个牧师非常的有智慧、有爱心、有耐心的带领我们全部的人，然后还有同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一路上彼此加油打气，然后也彼此照顾，让这趟心灵的旅程不只是我们在灵里面的领受，而是更能够享受家人的温暖。好，我也很想好好的完成那46个意象图。
然后我觉得好兴奋又好期待哦，相信这会是我成为福音画家，在分享神的爱的第一步。对，就是这样。我要用那个绝对肯定的信心来宣告，米粒，你可以成为福音画家。阿们。然后刚刚的那个草图，我已经把它简单的画了一下。小鱼变大鱼，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得人如鱼嘛。但是我们把这个人的灵魂啊，这个捞进来之后，我们不是要怎么样去解决它，而是我们要让它更更新，让它灵里面更更新，让它可以成长得更好，让它在圣灵当中，它可以长得更漂亮，更有这个圣灵的同在。哇，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我相信这个只是整理的一个图而已，我接下来的完成图一定会比这张更漂亮。所以呢，很期待呀，也很鼓励大家所有的弟兄姐妹，明年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呢要在你身上做什么奇妙又不可思议的大事。感谢赞美主，阿们，谢谢大家。阿们，谢谢我们的米粒这么精彩的见证。接下来是我们的彩提副小组长，大家热烈掌声。亲爱的家人平安，刚刚志和执事提醒我，也要感谢我的老公，叫我学着点。哇！那我也要感谢我老公在我4年多在教会4年多来，我的服事他都全力的支持我，也让我可以安心的在这个8天的访韩盛会领受到更多从神而来的祝福。请他站起来好不好？我们认识一下。站着哦，万事通先生，与大家分享这次8天访韩盛会的经历。看见神丰盛的恩典，在祷告山的5天，从一上山，看到大圣殿之壮观，然后也体验火热的敬拜与祷告。每个牧师的讲道和见证都深深感动我，给我很多省思。面对生活的忙碌，有多久没有全心全意亲近上帝？和是否真的有绝对肯定的信心来顺服上帝的旨意？在祷告山上有很多感动想分享，在每天早晨5点30分的晨更，看到以斯拉的同工精神抖擞列队，大声说平安。那个声音之大，在我们隔壁的爱之家我都听得到。我想说谁一直在讲什么平安平安，原来是他们的同工，就是很大声的来欢迎我们的学员。然后敬拜团队在每一场敬拜赞美都充满火热的心，热情敬拜赞美神。这让我看到什么是忠心的服事。林清忠牧师的讲道分享说，神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忠心的人肯定有信心，无论发生什么事仍然持守祷告。韩国世界路金南教会朱胜敏牧师也分享，他们从12人小教会到10000人大教会，在新冠疫情中人数也未减少，反而日益增加。他们同工无论在大雪中还是大雨中，仍然街头传福音，这让我印象深刻。朱牧师说，传福音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将我们的心意感动神。看到无论在极困难的环境中持守祷告，完全交托，带出神丰盛的祝福。在路加福音19章17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实做成，期许我能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也分享在祷告山上一个特别的经历。在祷告山的前2天，我的状况很不好，睡眠不足加上头痛，需要翻译的韩国牧师讲道的时候，我几乎在神游。第3天晨更完，去祷告洞跟神祷告，求主赐给我好精神，不要在韩国牧师讲道的时候又睡着了，不然就可惜这次的韩国之行。当在研习会上又有点想睡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轻拍我的右肩，我左右回头看，没有人拍我，我想应该是圣灵。接下来我的精神状况很好，可以专心听讲道。另外参观鲁怡岛纯福音教会，
无论是办宵祷告会和主日崇拜，我看到他们的同工，有秩序的分工服事，让这么多的会众有秩序的参与聚会。也看到这个信徒们他们的预备心和敬虔的态度，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榜样。感谢主，这8天的旅程，真的感受到我们是受恩宠的被恩宠的孩子。神赐给我们合宜的天气，安排认真负责的导游，让我们在山上被神的话语浇灌，圣灵充满。下山的旅游行程也保守我们顺利平安，充满喜乐。明年的访韩盛会，期待有更多弟兄姐妹一同参加。也许你以前去过，或从来没有来过，都鼓励大家可以参加。每次的盛会一定有不一样的领受和感动，因为我们的神是更新而变化的神。阿们，阿们。我们谢谢彩婷，很棒的经历。接下来是我们的正平，我们热烈掌声，耶！谢谢。好，那我要特别感谢我2个青少年的儿女，你们这么乖，让我这7天真的可以大大的经历神。他们有在这里吗？谢谢，感谢你们。有在这里吗？站起来一下，耶！哇，很棒的小孩，感谢主，感谢主。2011年的暑假呢，是我刚来到永光的那一年。那年呢，很多弟兄姐妹刚从访韩盛会回来，那我就听他们讲到去祷告山啊，用祷告可以度过7餐禁食。我觉得那真的是太神奇了，居然可以不用吃。那我也很想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奇经历。然后感谢神，14年后永光教会呢又再度的举办访韩盛会，但其实起初呢，因为这时候我已经开始上班回到职场，起初我并没有抱持多大的期待，因为我上班非常的忙，事情非常的多。那我真的一定要跑一趟韩国吗？那到底祷告山有多么的不一样？潘牧师啊，他是说，可以提早体验天堂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平常也在我们教会圣灵感动啊，我也都有在领受。那在教会的领受跟冲到祷告山领受呢，真的能够不一样吗？那撇下小孩，还有未信主的丈夫，撇下所有来跟从耶稣，我到底能够得着什么样的奖赏呢？那工作请假8天，其实真的很白目。我光想象呢，就觉得不太可能。我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祷告，依靠主。那从2月份开始报名以后啊，我就拜托我们小组姐妹，天天为我访韩盛会祷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的征战非常的多，拦阻的力量非常大。那甚至到出发前的1个晚上，我还加班到晚上10点。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说，我真的一定要这么的用力要去吗？是不是我要放弃算了？因为我们隔天早上呢3点40分车子就要出发了但是耶稣呢，真的带领我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神迹。那最大的神迹，其实就是我在去访韩盛会的这8天，公司是派了代班的经理来做我的工作，让我不用担心我的工作现场，然后让我在祷告山的时候能够专心的跟神亲近。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分享到底祷告山有多么的神奇。好，当我们抵达韩国，搭上祷告山的巴士，从这一刻开始，周牧师为我们的祷告，那我就立刻感觉到圣灵就与我同在了。我就好像一个插上电的生命电池，在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敬拜，都让我的生命电池一格一格一格的往上提升。那禁食祷告真的可以让我们在灵里特别的苏醒，领受圣灵的感动特别的清晰，就是你感觉那个画面啪进来，你就立刻知道神要对你说什么，而不会云里雾里，好像是这样又好像是那样，没有，就是清楚明白。然后呢，我们呢不停的就让我以为我的生命呢一格一格电池就在充满了，但是满到这时候应该觉得就已经最满了，没有。其实呢，潘牧师又带我们到坟山去祷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我从小很怕鬼，所以呢，我基本上
不太参加那个扫墓的活动。那这一片坟山呢，却有满满的平安，跟我以前看到的蒙阿波那种恐惧感很不一样。好，然后潘牧师呢又挑战更大，说：“我们晚上再去一次。”哦，我这其实心里面一直很惧怕，说买啦。但是其实去到那里，哇，真的是傻眼，因为满的。就是弟兄姐妹都在那边祷告，其实你那个平安震动到你的心里。好，那这种满的圣灵，其实就是好像圣经形容的，就风在吹在你身上，你感受到，但是你看不到。那这满的圣灵，其实你真的感受到，但是你看不到。好，那还有那个很难排队的那个祷告洞。这个祷告洞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有很放在心上。好，我想说啊，既然很难排队，那也不一定要去。但是呢，感谢我们的2个干事啊，真的他帮我们排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到底这里面有什么特别呢？好，那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平常的祷告都很小声哦，因为我想说，不用让那么多人知道我在祷告什么。可是当我进到那个祷告洞呢，莫名其妙我就变得很大声，而且因为我通常祷告很简短，因为我们讲重点就好。可是没有，我在那里10分钟一直没有停下来过。我把我倾尽全力，我想得到的事情全部通通一直不停的讲。那在祷告山呢，我的方言祷告也有非常大的突破，因为我也跟我们的姐妹讲过，我的方言祷告啊，其实我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我永远就只有一句话，就是呱呱呱。到底那一句话呱呱呱有没有见证，有没有成就，我也不是很清楚。对，我每次为林佑任他的生病医病祷告呱呱呱，确实都有得医治，但是我很心虚。好，但是去了祷告山呢，还是那一句呱呱呱，但是变成很大声的呱呱呱，充满信心的呱呱呱，震动国度的呱呱呱。好，特别感动的是林庆忠牧师呢讲到，他提醒我在小事上忠心。这个5重祝福的小事呢，就是我们要守主日、守11、晨祷。培育系统跟小组，那他提醒我们要把小事做好，大事神自然会帮我做。那我就其实我放心了，对，因为我目前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晨祷。感谢神，我们潘牧师跟周牧师呢，接下来就要推晨祷。那我要好好的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就能经历神要来为我做的大事。当我们呢结束祷告山这4天的活动，回到了这个世界，我们第一站呢就进入了韩国最繁华的明洞，享受购物、吃美食。然后呢，我就跟神说：“哇，主啊，这世界真的是太好了！我呢真不想参加等一下呢那个纯福音的半宵祷告会，所以呢，主啊。”我其实真的很挣扎，然后又听到诗词，要去找他的钱包，我就说我可以陪你去，但是呢，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呢，我们晚上呢，在那个等候祷告会的时候，其实征战就来了。我的左前方呢，突然有一个姐妹呢，发出很凄厉的吼叫声，我感觉到很震惊。这是我第一次呢，在体验到圣经所说的群鬼附身的现场。因为我以前很胆小，我曾经跟神说，我的服事绝对不能出现鬼，所以不要给我赶鬼，因为我没有办法赶鬼。我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不要给我看到鬼。那对，这时候我准备好了，所以鬼就让我看见了。好，这时候呢，我们一群人呢就站起来为这个女子呢，就是方言祷告。但是呢，我们以为这个情况会改变。然后呢，这时候我右手边又有一个女孩子开始尖叫起来，情况呢就很像我们在看好莱坞的那种惊悚片的特效，但前后呢有5个人，不停的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呢，即使在韩国纯福音鲁伊岛这么大的一个教会，这么一个圣洁、充满圣灵的地方，魔鬼仍然不停的在试探、挑衅。我们以为世界上所享受的物质生活都是我们靠自己赢得的，但其实魔鬼就在旁边窥探我们，随时想要吞食神给我们的美好祝福。世界上一切的金钱、权力、地位、美貌，魔鬼
其实1秒钟就可以夺去。神允许魔鬼出现在我眼前，就是要再次的提醒我，应当倚靠主，要过敬虔的生活。因为我们所有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虚空，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必须要将福音的大能告诉我们的家人朋友，领人归主才是对主的交账。当我们回来之后，我本来以为我回国之后，我的工作会有满满的代办事项要等着我，没想到我这个代班经理居然把我觉得最难、最不会做、最没办法做的全部都完成了。上帝的祝福真的是全方位，没有忧虑，因为这一切的祝福，在我信心倚靠他要去祷告山的时候，全部加给我，就可以享受这属天而来的喜乐。感谢主，阿们。看到这张照片，这一次还有特别他们去做这个这个叫什么车？路上雪橇车哈，以前都没有，这次特别神的恩宠哈。谢谢我们正平这么感人的一个见证。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知和执事的分享，再一次的热烈掌声。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18年前，2007年，就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参加访韩盛会了哈。那当时我什么都不懂，所以那时候呢，进食呢，我就是一直比出来，然后呢，一直想到什么时候可以吃东西哈，完全都听不进去任何的信息，也对圣灵也非常的陌生哈。所以在去年的年底，教会的行事历公告，我看见7月份会有访韩盛会。当下呢，圣灵就感动我。这一次的访韩盛会，它会赐下极大的恩膏跟更新，所以当下我就决定立刻要参加哈。那在这次的这个禁食祷告，真的很不一样，真的好像真的就是好跟耶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一样，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个肉体的疲惫。好，虽然会软弱，但是灵里非常的刚强，真的很享受这样的一个禁食之旅哈。那在这样的一次的禁祷，我也意外的收到另外的一个恩典哈，就是我的先生钟钦，他非常的担心我在韩国禁食的这个状况哈，所以当我们这个成功的完成禁食之后呢，他就传了一个贴图给我说，他非常的想念我这样子让我们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想念我了哈，所以钟钦有在现场吗？钟钦站起来一下，钟钦，志和的老公，所以对，因为有信心操练这次的禁食，上帝给我这个小别胜新婚的恩典哈，感谢主。好，那这个祷告洞的恩膏之强，不是说好像我们好像是看人家这样，就是盲目的跟随哈。我们因为只能分配到10分钟，所以我们就能把握这个机会。那我设定10分钟之后，我怎么一祷告闹钟就响了哈？因为在里面祷告洞里面，你就可以就是一直不断的祷告，跟我们平常好像讲一下祷告一下就没有话语的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啊！所以真的鼓励兄姐一定要来这样的经历哈。那多位韩国牧师他们都分享，他们起初建堂时人数只有个位数或10多位，但是在不断的祷告之后，特别是晨祷。教会的晨祷，教会呢就开始持续性的成长哈，爆炸性的成长，成为数万人或数十万人的巨型教会。这样的见证真的让我又惊叹又羡慕。我真的渴望也宣告我们的教会也可以经历这样一个神迹性的突破哈。对，那还有3位牧师在信息当中都不约而同的提到自我价值的这个重要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但是我们真的内化了吗？金刚2号牧师说：“我是上帝的自尊心，也就是我们这个人过得不好，上帝他就不开心，没有面子。”那在第3天的这个晨更祷告，上帝就透过香港的林以诺牧师博士呼召我们上台领受医治。当我到台上去敬拜的时候，我就边敬拜边对主说：“主啊，我信主之后就开始不久之后我就开始11奉献，可是为什么至今我都没有领受到好像极大的财务的丰盛，还有极大的财务自由这样的神迹呢？因为我的夫家还有娘家他们我们这些亲族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富裕的，唯独我们家在过去用
捉襟见肘来形容，真的不为过。但感谢神，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够用许多哈。但是也因着亲人他们呢，以有丰盛的财物，象征是神明的保佑，所以以至于我们对他们传福音也是有极大的困难跟挑战，还有拦阻哈。而且没有办法像其他人享受物质生活，的确也让我觉得很自卑哈。所以这个在理智上，我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价值的，是丰盛的。但是呢，在有钱人面前，我总是觉得我还是矮人一截哈。那在祷告当中呢，我就看见耶稣他那极慈爱的眼神，那个眼神深深的淹没了我，真的让我泪流不止。当下就立刻医治了我因着钱的自卑或羞耻感。我真正的领受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不是因着金钱的多寡，而这个圣灵也告诉我，我所献上的他都记录下来了。他的这个补偿就快要来到了哈。那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在访韩盛会之前，我们都预备心就是禁食祷告，然后为着许多的事情通常我都会不断的渴望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更渴望传福音，或者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样子。我没有列什么清单为自己祷告的，没有想到当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神就加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医治是我没有想到的。那这个因为李永勋牧师他就说，他一直鼓励我们要说肯定的话语。要说正面的话语，那我们才会成为健康的人。所以我们的神希望我们每位基督徒都健康，因为有健康的基督徒才有健康的教会。所以真的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医治当中，真的让我真的是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好像营垒，一个好像一个很破碎、很羞耻的营垒就被拆毁了。感谢神哈。好，那卓越行道会的这个林清忠牧师，他教导会友领受5重的祝福哈，也就是刚刚在前面的姐妹有听到的：1守主日。2守11，3晨祷，4培育系统的门训，5小组生活。我们弟兄姐妹其实很多项都有了哈，就是唯独这个晨祷没有哈，所以感谢2位牧师，牧师即将带领我们来进行这个晨祷。我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参与在当中，因为我们真的听到好多教会的见证，他们参加晨祷不只是祝福教会，神更先祝福他们自己，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跨越，神就喜悦哈。好，那在这次的访韩盛会当中呢，我们都大大的被充电，就更渴望传福音，更渴望来建造教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明年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访韩盛会。这个绝对不是朝圣，也不是跟风，也不是这个祷告山的这个圣灵就真的比较厉害。那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在那边同心合意的渴慕，这就是一种所谓的群聚的恩膏。群聚的恩膏，跟在我们教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领受哈。这也是我们在家中看录影带没有办法看这个录影的讲道没有办法领受到的，绝对不一样哈。因为这么多人的渴慕，圣灵就预备极大的恩膏浇灌下来。还有在这个刚刚讲到的导游，他也跟我们同行的路上见证了许多的神迹哈。对，因为韩国其实那几天是下大雨的，甚至都有豪雨成灾的。我们到哪里就是好天气哈。对，那个导游说今天缆车可能不会营运的，因为下雨。可是我们一下去雨就停了。缆车就开始营运了哈。后来呢，我们要去喂海鸥，然后导游就说下雨了，我们待会可能喂不到海鸥。我们就说没有，我们一定可以喂到海鸥。对，就是他亲眼看见天气，神总是为我们预备好的天气。他跟我们说，他第一次看见神迹。他这样对我们说哈，所以真的我们真的是来韩国来经历哈，真的我们不是好像盲目的跟随，来领受极大的恩典。感谢大家。感谢主，这样足够的恩典在我们的姐妹的身上。其实有些人他去那边有没有可能没有领受？也有可能，因为你如果没有渴慕的话。但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姐妹在那里呢，那个领受是极大的。刚刚有提到说，呱呱呱那个是谁？台北复兴堂刘子君牧师，他12岁领受方言。12岁领受方言的情境是什么？他的妈妈带他去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呢，整个营会都要学习被圣灵充满。可是12岁的他根本不晓得圣灵充满是什么。但是他的妈妈就说：“你要学习，那你要先被圣灵充满，那你就要先学说方言。”
这个小孩他说方言对他来讲是完全陌生，也不晓得该如何。然后他就看到旁边的长辈呢，就开始在那边方言。他的妈妈呢，师母呢，就告诉他说：“你就打开你的口。”然后他打开口要说什么也不晓得。好了，这个小孩刘子俊呢，他小12岁，他就说“大”，大是不是方言？妈妈就跟他说：“对，这样就对了。”小孩刘子俊他说：“这样就对了。”再来，他就“大”。妈妈跟他说：“哦，很好，很好。”后来，他被激励了。刘子俊呢，他大。妈妈说：“哇，太棒了，太棒了，这就是方言了。”刘子俊呢，他就去大，全场扫射。妈妈跟他说：“很棒，因为你已经开口了，大开口就大充满。”阿们。所以这个小孩12岁，从这样来领受圣灵。他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歧视圣灵，他反而用谦卑的态度。所以神现在大大的使用他。在那个金兰教会朱胜敏牧师，他现在的教会非常的大，乃是因为他经过多次的挫折。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要考神学院，竟然考几次呢？考10次。为了要当牧师，他从高中，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牧师师母，所以呢，他一心一意想要献身给神。高中毕业之后，就想要读神学院。他的爸爸妈妈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就过世。然后呢，他就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送报纸，然后呢，自立自养。好，后来呢，他就决心，接着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是要进去神学院。结果考了第1次。落榜，没关系，第2次再来考，又落榜，第3次再来考。在他们韩国的学校，你要考大学的话，你不管哪一年考，你都得回去你的母校重新申请推荐书。所以呢，他1次没考上，第2年要考，他必须要回去学校再跟老师申请推荐书，2次、3次、4次。他每一次回到学校的时候，老师每一次看到他，你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是你？怎么都考不上呢？哇，对他有很大的打击。可是他有一个心智，我就是要当牧师。你知道吗？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全校，他是第5名进去的。然而他毕业的时候呢，第483名毕业，全校最后1名毕业。这么好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遇到妈妈、父母亲的身体的情况，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专心读书。但是不因为这样子就打消他要献身给神的念头。他考了5次都没考上，又回去学校。然后他回去学校之后，老师都又有点笑他，又觉得我写这个推荐函，你不是明年还要再来吗？还需要吗？哇，这个朱牧师他的心里面非常挫折，他就觉得哇，神不要用他。然后呢，他听到有祷告山，他就想说好，那我也去祷告山看看。我呢，既然神不用我，那至少呢，我要死之前呢，也来祷告山一下，比较好交差。所以呢，他呢是带着一个准备要自杀的心去祷告山，因为他觉得神没有要使用他了，他也这么有心，所以呢，他也准备要跟神说拜拜了。然后就上山去祷告。当他坐在底下的时候，台上的牧师跟他说：“孩子们啦，在底下的弟兄姐妹们啦，你不要自杀，因为自杀就会下地狱。”他一听吓死了，自杀会下地狱，哇！他就不敢去自杀了。他呢，赶快去找那个牧师。哇，你知道吗？就这样，第6次有没有考上？还是没有，一直到第10次，他才考上。第10次就要10年。而这个朱牧师，当他考上之后，他跟他的妻子，他们一起牧养他们的教会，关心，然后爱这些弟兄姐妹。现在他们的教会已经发展成几万人了。感谢主，这是一个神迹，是我们到现场，
我们看到，并且是他们亲自分享出来的。透过什么？晨祷。晨祷如果可以让你的家庭改变，能够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复兴，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从神来的能力，可以改变这个社会，可以改变这个土地。我们的晨祷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这是关键。常常是因为我们做不到，然而这一次神跟我们说，秘诀就在这里，就是晨祷。晨祷，很多在韩国的人，他们来5点半就去晨祷，然后5点半晨祷完之后呢，他们再去上班。是，所以神也为我们预备，我们从8月1号，我们的永光教会要开始晨祷。所有弟兄姐妹，所有小组的问题，都可以透过我们密集的晨祷，让你的身体得医治，让你的家庭复兴，让你的关系变得和谐，也让你成为更美更帅的人。阿们吗？这是神透过晨祷要再一次的更新提升永光教会，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享受在这样的恩宠里面。所以呢，我们在韩国的时候，他们就鼓励我们，明年是8月3号，可以现场报名，就可以省下2000块。是，所以呢，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报名，为明年而报名。我们也不晓得明年如何，大家也要上班，但是所凭借着是什么？就是信心。大家说信心，信心，是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绝对肯定的信心与复兴。我们来说一次，来，绝对肯定的信心与复兴。所以我们任何的意念都要绝对肯定。对于明年我们要去，你要绝对肯定。有任何的难处，我不怕难处，我不听难处，我只知道神要我报名，我今天就可以感动来报名。阿们吗？我们的晨祷会，每一个人你都要来经历，因为这是对你的祝福，对我们永光接下来神要怎么样复兴我们，我们透过晨祷会与神的祝福来连结。阿们。好，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任牧师。感谢主，让我们这11位的同工可以这样一起去，然后一起领受回来。包括牧师，我也是一样，在这次也很极大的有圣灵的恩膏充满下来。当牧师在回想我们从2000年来到永光教会，2年以后我们面对新的礼拜堂在这里，对不对？好，神那时候给牧师的意向是5年要完成这样的建堂的经费，而我们看见神给的意向，神就成就，对不对？这都是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你了解吗？牧师回想的时候，在2005年开始，因为到2002年我们开始在这里开始礼拜2002年12月开始在这里开始礼拜的时候，圣灵告诉我，硬体的钱奉献可以解决，但是软体的东西才是考验。哇！我也在台上这样宣布哦。但是我感谢主，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神要我到韩国去。当时候我第一次去是去到耶稣院，那是一个修道院参加的只有牧者可以参加，所以呢，潘牧师没有去，只有我去。是冬天去，我们到那里是零下13度，好，而且是在山上，所以要提醒我们绝对不能滑倒，一滑倒就拜拜，就这样，好，所以那时候去，非常的感受神啊，你让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从那一年开始，牧师回来就推我们去访韩盛会，连续大概5年6年，我们有这样相续的去。那整个从永光教会的历史来看，就在那5、6年所带出的一个祝福，在我们永光教会是有记录的，是有记录的哦。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教会的人数的快速的成长，弟兄姐妹之所以可以5年内把这个建堂的经费可以完成，都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去访韩盛会，大家带着信心带着火热回来。
所以圣灵也感动我们。也许牧师有时候，这次潘牧师还问我说：“这次都是姐妹，还是你不用去？”对呀，说起来有没有道理？拍照我当摄影师，对不对？跟他们拍的好怪怪的，有没有？我跟潘牧师说不，我要回去，那是我属灵的地方，是我被眺望的地方。所以回去第一首歌唱，跟诗词一样，第一首歌唱，圣灵就告诉我：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你也该回来了吧？10几年了，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说：主啊，是的，我应该要不断的回来。所以今年我们有11位去，现在报名是几位了？18位哦，在现场哦。牧师明年要带40位去，40位去，不多就是40位，你就好好考量。如果你慢第41位，就对不起啊，我们可能因为我们要一车子，这样是最棒，对不对？好，我们一起领受，我相信会带来对教会、对你的家、对你个人有极大极大的祝福。阿们。这是我们可以看见永光教会过去的历史，以至于我们也相信这一波开始，神必定更大的祝福给我们，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那个主席让我们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哈。OK， 来啊！这首诗歌其实大家很熟悉如果你过去有在永光教会，但我们好久没有唱了。但是这次我们到祷告山的时候，哇，激起了我们应该更多的了解，这是末后的日子，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他用他的圣灵要浇灌我们，对不对？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发预言、领受异象，老年人可以做异梦。阿们。我们一起来。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百姓，浇灌凡有献祭的。儿女们啊，你们要说预言；少年人啊，你要见异象；老年人啊，你们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儿女们啊，你们要说预言；少年人啊，你要见异象；老年人啊，你要做异梦。主的灵浇灌你们。圣灵。
3，我们要来呼喊主啊，主啊，主啊。过去你喊主啊，也许是这样，主啊，主啊，主啊。但今天不是，你要把你的音量加大，把你的音高提高。阿们。让你真的是恳切的求主，让主知道你真的需要他。阿们。好不好？预备，1、2、3，主啊，主啊，主啊！还可以更大声哦。当我们呼喊主大声的时候，是把你内心对他的渴慕、祈求、祷告都可以喊出来，好不好？好不好？来哦，我们再一次哦，预备，1、2、3，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好，就是这样哦。有没有比较有信心？好，我们再一次，然后我们开口祷告哦。我们开口祷告。你说啊，上帝是耳聋吗？不是，上帝是要听你的声音，知道你真的迫切的需要。你需要他吗？阿们。1、2、3，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眺望我们，圣灵呢眺望我们，眺望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主啊，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8月份开始，这对牧师也是挑战，对不对？8月份开始，每礼拜2到礼拜5 6点半，我们会用40分钟到50分钟，在我们的会堂，我们开始我们的祷告晨祷晨更的祷告。牧师巴望你们来，带着渴慕来，带着祷告来。我相信带着对你自己、对家人、对教会、对社会的祷告来，我相信神会做神迹奇事，在你家、在教会的身上。阿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好，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跟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遇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丰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到达主人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恩典为神归于你。兄姐，请起立。重新的雨。
事工分享。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开始我们的事工的报告的部分来。好，这个是我们的导读，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来，请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再一次，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申命记23章21节。好，接下来，好，下一个。好，那这是访韩的见证哈，感谢主也让我们呢今天所领受到的所有的恩典祝福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的孩子呢，他们去山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一下。这个是司马县教会。可以小声一点。他们要去探索，然后去了解植物。哇，然后他们都是泰雅儿族他们的美食，他们的萤火晚会有小组，还有亲子的小组，家长的小组。儿少领袖亲子营。感谢主，把这荣耀都归给神。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则。好，再来下一则。好，我们的亲子营呢有13位 best 哈，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也继续来带领，这些都可以持续的回到教会。好，那接下来，很好。那在下个礼拜特别注意哦，下个礼拜我们只有1堂的礼拜。10点我们所有我们都要联合礼拜因为在下个礼拜我们有新任的传道师要就职的典礼透过总会呢因为我们的亚伦跟亚拿他们从神学院毕业，那现在总会呢派令下来，他们要驻任在我们永光教会，从8月1号开始，所以呢必须要举行就职的礼拜。那就职礼拜当中有誓约，这个誓约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要跟我们的新的传道要有一个誓约，我们要一起同心合一的迈向教会的复兴的未来。所以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下个礼拜10点到。是我们的小组长铁三角，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要回来哈，因为这个誓约是非常重要的。那下个礼拜同样有圣餐，还有父亲节的庆贺，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父亲，然后呢邀请 Best 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原本呢下个礼拜有受洗跟转籍，那因为我们在下个礼拜的程序呢比较多，所以呢我们会延到9月哦，受洗跟转籍延到9月。好，下个礼拜我们的小会长老要开会。好，再来就是8月的第2个礼拜是8月10号，我们也是10点礼拜。好，所以呢跟平常时间有一些调整。我们的第2个礼拜呢，8月第2个礼拜呢，有荷兰教会的大卫牧师要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福音的特会，所以呢大家记得这个时间了哈。8月第1个礼拜10点，第2个礼拜也是10点，只有1堂礼拜哦哈。好，再来就是我们永光的培育学校生命更新营，我们看这些的资讯。那这是一个恩典的课程，恩典之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还没有报名的，你都赶快来报名，非常的渴慕你们来报名。好，另外呢，我们礼拜部有举办我们的服事人员的训练，那我们呢等一下要接着来训练，所以呢大家就按着这个时间，好，接着。好，那我们的舞团呢在新店行道会他们的特会在8月，那邀请我们永光教会跟他们有一起舞团的服事，还有敬拜赞美的服事，所以我们这些的同工呢都能够用这个时间，下午2点半就要去受训哈。好，再来。好，那这个好，下一个。好，那现在呢我们各个牧区在周报里边都有各个牧区的出游的时间，
我们赶快来报名，因为有的牧区呢已经额满了。那按着你是属于哪一个牧区，然后带着被子的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是一个神祝福的出游的活动。所以呢，我们渴慕赶快按着这个时间来报名。好，接着呢，我们为健康代祷的是张菊妹，就是健生丽丽的母亲在花莲，还有知和的妹妹瑞婷，还有国良兄、进孝兄，还有俊宏兄。在 RP 区的时候，我们都纪念他们，神就医治平安在他们当中。好，接下来呢，好，这是我们新朋友，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安佑，安佑在这里吗？好，安佑，非常欢迎你哦，在台科大读书是不是？上帝祝福你哦，任何时刻都有神的平安保佑在你当中，阿们。好，我们再来欢迎下一个是。正平所介绍的素珠跟安杰，好，素珠跟安杰，哇，感谢主，也欢迎安杰，也加入到我们的青少年，一次的欢迎，哇，感谢主。好，我们请这3位呢，刚刚牧师介绍的，跟着我们迎宾同工呢，将会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好，那我们的包包可以带起来，可以跟着他们哈。那我们其他的兄姐，我们要彼此来祝福大家，请起立。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将我们的热情来分享出去。站立，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愿圣灵大大充满你们，让你们经历他同在所带出的喜乐跟平安。也愿上帝福分大大的降临在你们当中，让你们是丰盛的，是有余的，并且是分享的。也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的家每一个分子，让一起经历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帝祝福我们平安，下个礼拜10点见，大家请坐。